条歌，我写的第一条歌叫做《长长棍》，它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我是因为这首歌，然后踏入歌坛，然后也在当时变成是一个代表作，所以它对我的意义就是，它常常过这条歌是我打你歌单来对的第一条歌，对我来讲，它是一个人生非常大的意义的一条歌。台语本身有8个音，所以当你的台语歌词跟你的旋律差的太大的时候，听起来会就难有就很奇怪，就对。所以这一次在评审里面，我也看到很多老师对这一点提出一些批评了哈。所以有很多人的歌，其实听起来，如果它是一首比较国语歌，听起来就袂歹，但是当它变成台语歌的时候，它听起来就很奇怪。所以在台语创作里面，我还是要建议大家，台语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语言，因为它本身具备了音阶的关系，所以我也建议很多想要做台语创作的这些作者，真的你好好去研究一下台语的音阶，然后可以很适当的把这些歌词选在适当的音阶里面，让这首歌会变得更好听。那这一次我觉得我在歌词里面看到有很多很大的毛病在于硬凑歌词、硬挤，就是你为了要押韵，然后去把很多的人家以前已经写过的歌词把它抄出来。那我会给很多人的建议就是说，去想想看，第一个你为什么要写这首歌，然后你要怎么去表达这首歌。我觉得很重要的在于一个画面，你闭上眼睛，你看到了什么，然后你怎么去描写它？为什么这首歌会让你感动？让你看到一个画面，你在想办法用适当的语言跟词句去描绘它。那语言跟词汇这些是一个你必须不是你平常讲就会有，所以我还是要建议大家，无论你做任何一种创作，尤其是台语歌，我觉得你多看书、多看电影、多看漫画也好，然后去看看人家的歌词，然后那个在久而久之，你会被他们感动，然后这些东西就深植在你脑海。有一天你要写一首歌的时候，它很快就会跑出来，然后不要去硬凑，真的硬兜硬凑。那个一首歌不可以感动别人，真的你要先感动你自己。所以真的多读书，多充实自己，这是一个写好歌的一个办法。